这个环境啊，狗仔伫遮应该就放轻松的，拢伊是因的物件。哦，对啦，惊因的迄个啥，行的骨头有无？所以这拢爱有迄个止滑的功能。因为多多即马岁数较济啊，17岁啊，17岁啊。对，嘿。啊，你敢会记得你第一摆是甲伊熟识伫倒位？伫高雄，小姐迄阵较大差不多3个月啊，4个月尔。伊是互等伫水沟边嘛，啊去鼓起来嘛。听讲伊是你做狗医生训练师的原因。对，迄阵拄好嘛是公事。介绍迄个啥狗医生，我想讲，是毋是伊嘛会当去病院内底去服务人？到3工。对。伊即摆是看无啊？即摆一蕊是应该是无啥看会到啦。伊进前个较迄个体力无好的时阵，就变成规个拢倒。啊，有当时伊小可会安尼一直洗，我就徛伫中做一个柱子安尼，互伊伫遐洗。伊安尼洗，啊，你心情嘛较好。系啊。有当时伊嘛是可能故意要洗互你看。啊，即摆伊老啊，无法度讲当对我世界拍拍照的时阵，换我陪伊。为着多多。多妈除了训练、上课、甲协会工课以外，其他的时间拢咧甲伊照顾，甲多多照顾甲好势好势，看会出来多妈对多多的感情实在足深的。